起来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西瓜汁、火龙果汁、草莓汁和山楂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谨遵医嘱，直面你的恐惧。造孽呀！别怕，有我在。那我们先喝这个吧，这个是西瓜汁。阿田亲手榨的果汁 ，double sweet。来杯猛的，这个是草莓汁。这个有点酸。山楂汁，这个开胃，乖。阿田，我好撑啊！你要配合我，才能快点治好晕红症，乖。真是要命，喝不动了呀！你快脱下来，一会儿该洗不掉了。你等一下，你直接脱呀。不是你叫我脱的吗？他害羞的样子好可爱。那我也没让你当着我的面脱呀，你快穿上。你到底是让我脱下来，还是穿上啊？你随意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小心！你先把衣服穿上，不然该感冒了。我们今天治疗先到这儿吧。被我完美的身材杀到了吧？